你聽過 MA 移動平均線，但係唔太明白佢係咩？等我同你解釋下。MA 移動平均線係一個常用嘅技術分析工具，用嚟幫助投資者識別資產價格嘅趨勢。佢將一段時間內嘅價格平均值連接起嚟，形成一條平滑嘅線，幫助過濾價格波動，識別市場嘅長期走勢。例如，簡單移動平均線啊 （SMA） 咧，會計算一段固定時間內嘅平均價格。如果股價高過 SMA 咧，通常代表市場處於上升趨勢啦。投資者可以考慮買入啦。而如果股價低過 SMA 咧，即係代表市場可能處於下行趨勢啦。投資者可以考慮賣出或者避開嘅。咁舉個例子啦，我會將 SMA 設置為20日，即係計算過去20日嘅平均價格。當股價高過 SMA 20咧，就代表市場處於短期上升趨勢；而當股價低過 SMA 20，則可能預示市場有下行風險。MA 唔單止可以幫助你識別市場走勢，仲可以用嚟設定買入同埋賣出信號，令你作出更加精準嘅投資決策。了解點樣運用 MA 嚟幫助你識別市場趨勢，記得 follow 我，了解更多投資嘅小貼士。記得訂閱賺錢零距離，唔好錯過更多財富秘訣。